真係好難相信啊！呢個係人均唔夠100蚊嘅餐廳可以交出嘅答卷，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180。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， 今日特登走咗轉珠城，就係為咗睇呢幾隻模型啦。感覺咧都仲係俏萌萌最靚仔，而且呢個大細比例都比較接近圓珠。其實今日嚟珠城仲有第二個目的㗎，就係嚟靜雞雞特集一下好朋友嘅新店啊！黑手製麵國金天地店。仲係一如既往嘅風格，好有教父嘅 feel 㗎，而且新店感覺比舊店咧多咗唔少綠植，天花嘅設計咧都更加有意思。某平台目前在售嘅入鄉隨俗單人套餐，包含1湯1麵1甜品1茶位，可以隨意組合搭配㗎。海鮮冬陰功湯，天氣凍咗，想飲翻啲滾燙酸辣嘅湯水水開開胃。呢個冬陰功湯嘅辣度非常低，更加多嘅咧係清爽嘅酸甜味。牛肝菌奶油意麵，表面嘅芝士碎咧都仲係俾得幾大方嘅。黑色嘅條狀物咧係用墨汁上色油炸過後嘅茶樹菇，提供咗一定嘅焦香同埋鮮味㗎。意麵嘅選品屬於實心扁麵㗎，係食起身有一定嚼頭，亦都比較適合黏稠濃厚醬汁嘅類型。醬汁嘅奶香味幾唔錯㗎，唔會太過結，食起身咧唔會黏口㗎，係恰到好處嘅狀態。隨餐咧仲有一份焦糖布丁添。喺珠城一份66蚊嘅單人餐可以有咁樣嘅誠意，真係不能要求更多啊！大佬揀咗下河幫風味意麵啦，呢一款嘅風味咧就霸道好多啦，一上台就可以聞到焦香，食起身嘅味道非常熟悉，有某師傅香辣牛肉麵嘅既視感啊！但佢嘅味道更加天然鮮活，並唔工業㗎，試咗一啖就已經將我嘅味蕾同胃口全部都打開，香辣嘅滋味十分過癮㗎，辣度適中，淨係帶嚟一定嘅刺激，令我產生咗一啖接一啖欲罷不能嘅衝動啦！最終咧都仲係俾大佬嘅凝視令我諗起啊，呢份嘢係佢。反正呢個麵我強烈推薦啦！我哋仲食咗粉墨炸魚同埋脆片混合裝，炸魚嘅水平咧都仲係一如既往咁穩定㗎。今次帶嚟新鮮感嘅咧係呢啲脆片啊，3種唔同嘅口味，依附住紫菜同芝麻嘅脆片，用 Parmesan cheese 做嘅芝士脆片，同埋灑滿咗辣椒粉嘅炸腐竹啊！其中芝士脆片咧係我中意嘅，有奶香都有焦香。如果頭先搣少少去啲意麵度咧，都係極好嘅選擇。其實呢個脆片並唔難整嘅，喺屋企咧都可以輕鬆復刻。其實只需要將 Parmesan cheese 整碎之後，放喺微波爐或者烤箱入邊加熱冷卻之後咧就可以食用噶啦。我更加推薦用微波爐，畢竟就算200度嘅烤箱咧都要烤6到8分鐘，但微波爐只需要高火30到45秒啫。冒住俾好朋友打嘅風險，公佈咗呢個做法，我可唔可以申請一下大家送我一朵免費嘅小紅花呢？我嚴重懷疑呢個炸腐竹嘅靈感咧係嚟源於螺螄粉嘅，而且呢個辣度一啲都唔簡單。咁凍嘅天，我食咗一片咋，直接出水。大佬食咗一啖咋，就需要用半隻焦糖布丁嚟解辣啦。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180。有句講句，裝修同服務咧都真係越嚟越好㗎。喺眾多簡餐之中，黑手嘅出品咧都有咗自己嘅特色風格咧，已經形成。而且呢一餐仲係特集，冇打招呼，冇區別對待，真係好難相信啊！呢個係人均唔夠100蚊嘅餐廳可以交出嘅答卷。呢間店我一定仲會再嚟嘅。2個全新欄目，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